婚礼的草拟今年7月嘛因为落大雨，崩山湖的水有溢出来，中央即马是核定1700万的经费，来展开2档的计划，要来加强崩山湖的预警甲防灾。今年7月初，中南部一直落大雨，造成云林古溪草岭川发生土石崩塌，加造崩山湖。经过第4号分署空中点响，研判崩山湖抽水量比阿公店水库较大，恐惊对水尾川啊造成威胁。好在自然引流才解除危机。的5次的一个就是发生就是堰塞湖的一个情形呢，也在第3次的时候有一个人命的一个灾害哈。那这样的一个惨痛的一个经验的教训啊，我们已经有10年的资料了。那现在我们因为这个就是花莲的马太鞍的事件，所以我们又跟中央在争取了一个经费。为建立更加完善的防灾机制，中央已经核定1700万经费，针对草岭地区崩山湖启动2年计划，包含说水位计、爆发检查、会勘检视周边安全、加强清水溪水头、崩塌地理等工作。堰塞湖哪一天要形成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想我们在整个在透过科学的分析，以及我们在整个严谨的监测之下，我们必须要有建立一个好的机制，一个保全对象的一个框定，这对我们后续的应变计划的一个修订，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数据。云林县政府表示，过去10年水利署甲云林南投县政府针对草岭崩山湖周边水文地质、防灾甲救灾拢相关配套措施，会照105年模拟成果范围进行保障和造册。后续搁照中央竞争模拟结果滚动式检讨，来强化防灾整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